我記得季前出席標準流浪嘅開操儀式啦，同你嘅教練做訪問啦，佢哋就好強調要有一種煥然一新嘅感覺，意思即係話要喺管治架構上面咧就做翻足。簡單啲嚟講，即係要有翻種專業嘅感覺。咁特別係李輝立已經退居咗做幕後嘅時候，咁你有全新嘅領導者啦。咁雖然你話呢個管治嘅班底咧都係好熟悉球會嘅運作，咁但係始終新人事新作風啦，你就可以預期咧係有一個新嘅景象嘅。咁但係我就唔係話批評流浪以往嘅經營模式啊，佢哋嘅管理手法啦，咁因為就每隊波都有佢哋嘅定位啊，咁你都好要認清楚自己嗰個情況，限米煮限飯，量入為出，着重青訓，咁好多嘢其實都好緊要嘅。咁我只不過斟酌咧就係嗰個形象工程嗰方面啦。咁我相信咧好多嘢都會揸翻正咧，或者執翻企理啲嘅。亦都對於年青球員嘅栽培咧，其實呢一樣嘢咧咁多年以嚟都係好多香港足球嘅 Die Hard fans 咧讚不絕口噶啦，咁呢樣嘢都唔需要多提。咁睇下今年就有邊啲嘅年青球員咧可以就更進一步啦。教練咧就有司徒文進上任，咁其實都係一個好適合嘅人選嚟嘅。咁因為司徒文進上一份港超嘅教練嘅工作咧，就係喺香港 U23，咁有部分嘅球員都係曾經同佢合作過嘅，亦都佢自己本身就去過英國啦，就做一啲嘅管理工作啦。亦係球員出身，咁所以各方面咧都係好吻合咧，就係流浪嘅作風嘅。咁其實平均年齡咧呢幾季咧都係慢慢降低咗啦。咁標準流浪咧就喺3季前佢哋平均年齡就 28.2 歲，上季咧就 25.7 歲。咁你睇翻嗰個大軍名單咧，陣容上面真正係球隊嘅重心而又係過咗30歲嘅咧，得2個啫，就係隊長劉志樂同埋就今季新加盟嘅伊朗中堅咧就係沙利。法蘭道就唔係球隊主力啦，亦都好少會入到大名單啦，咁所以就唔當佢係一個球隊嘅重心嚟嘅。咁啊，反而陣式我就好有興趣睇下今季會唔會轉陣啊。咁啊，上季就主打3中堅陣式啦，咁啊，亦都有一個杯賽係可以入到決賽。咁其實我相信管理層咧都係滿意上季嘅成績嘅。咁啊，今季就唔知會唔會轉打4人防線啦。咁你見到我呢一張嘅陣容圖咧，其實我都諗緊會唔會喺司徒文進上任之後咧，會係轉一轉嗰個踢法，或者咧將嗰個陣式上面咧就徹底改變。因為佢以往香港 U23嘅時候咧，多數都係踢4-3-3嘅。咁啊，講一講個陣容啦，門將位置葉嘉宇啦，咁啊好，我自己都好開心佢上季可以有咁嘅表現啊，可以捲土重來。咁因為就以往曾經經歷過一啲場外嘅事情啦吓，咁亦都唔係話太愉快啦。重新起步，咁啊上季就雖然你話聯賽得1次可以保持清白之身，咁但係杯賽有好嘅表現啦，所以咧今季都會係繼續由葉嘉宇擔正嘅。咁啊2-3號龍門咧，其實都係新加盟啊，咁兩位都係今年咧先至係嚟到標準流浪，咁啊包括咧就係湯振雄同埋咧就係黃曉朗。原來我睇翻咧就呢兩個球員咧都好巧啊！好巧合地，曾經咧都係效力過南華晉峰咧，同埋就係標準流浪嘅青年軍。咁啊，即係話咧，今季對於呢兩位球員嚟講，都係回流翻嚟佢哋曾經咧喺青年軍效力過嘅球會。咁但係我相信就對於佢哋兩個嚟講咧，都係再浸淫下先啦。正選嚟講，暫時都會係葉嘉宇嘅啦。後防位置，上季就3中堅陣式啦。咁啊，睇下今季就會唔會係轉陣啦。咁如果轉陣嘅話，中堅嘅選擇足唔足夠咧？咁有2個中堅球員咧，就今季新加盟啊！咁啊，先講下沙尼啦。沙尼咧就係香港史上咧第一位嘅伊朗外援啊，咁就有好豐富嘅外流經驗，年紀亦都係啱啱過30歲，咁應該都係有嗰個統領能力喺度嘅。咁啊，另外就巴西嘅中堅咧，安迪諾咧，其實本身都係可以踢左閘嘅。咁我睇翻咧，就以往佢係效力過嘅一啲嘅球會咧，佢都曾經係踢過左閘。咁但係我相信唔會噶啦，因為流浪出晒名咧，好多左右兩閘嘅位置。咁啊，至於就2個嘅華人中堅啦，梁偉峰就越嚟越成熟啦。我覺得佢係絕對有條件咧，係爭下呢一個香港代表隊嘅正選，唔係正選啦，爭下呢個香港代表隊嘅中堅入選嘅位置。咁啊，其實都係我見到佢嘅進步咧，都係明顯嘅。咁啊，至於就林千羽就近呢3季咧，其實都係得2至3場嘅上陣時間，上陣場數。咁所以咧，睇下今年可能就中堅上面個排序咧，就點都會係梁偉峰就會係行先嗰個啦。咁啊，至於就左右兩閘咧，其實都好多人揀嘅。咁啊，不如就化繁為簡啦，簡單啲睇一睇佢哋上季出場時間嘅多與少，去講一講佢哋嘅排序啦。咁啊，上季就順序啊，由多至少咁就排一排佢哋嗰個上陣時間。曾卓然、李永豪、劉日南同埋咧就係黃曉陽。咁啊，其實就睇下邊一個進步多啲啦，邊一個嘅技術特點係比較鮮明啲啦。咁啊，或者邊一個喺應付唔同嘅情況上面心態就成熟啲啦。咁呢啲其實我哋作為球迷係好難去
判斷得到，咁因為就教練始終係日對夜對嘅一個，我哋球迷就只能夠係喺比賽入邊先至可以觀察到佢哋表現。咁但係喺操練上面會唔會有啲嘅細節位咧？教練團隊其實都係記喺心入邊咧，呢樣嘢都係好緊要嘅。咁啊，仲有就其實左閘位置咧都仲有一個球員加盟啦，就係馬千豪。咁馬千豪咧就曾經同司徒文進咧喺 U23咧，即係香港 U23咧係合作過嘅。右閘都係㗎，咁啊右閘咧張青雲都唔好忘記啊。咁就上季佢就主要係踢三中堅右翼衛嗰個角色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轉翻四人防線嘅話咧，佢會唔會係推翻上去右翼咧？咁因為張青雲其實就係進攻球員出身嘅。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又要有一個溫馨提示啦。大家聽清楚，或者如果你係忙緊其他嘢嘅話咧，我邀請你哋停止你哋手上嘅工作。如果你係去緊廁所準備抹緊屁股嘅話咧，麻煩你放低張紙巾啦。如果你係煮緊飯嘅，請你關掉你嘅煮食爐或者抽油煙機。如果你係吸緊塵嘅話咧，你都閂咗佢啦。因為認清楚啲人對於我哋嚟講係好緊要嘅，尤其是講緊標準流浪同埋九龍城咧，我睇佢後防咧有幾個球員個名係好相似嘅。而家我哋講緊標準流浪咧，門將就係黃曉朗，右閘就係黃曉陽。咁個陽字咧就係剔手邊嗰個陽，即係吐氣揚眉嗰個陽。咁至於九龍城嗰邊咧，佢哋嘅後備門將就係梁曉陽，個陽咧就係太陽個陽。而左閘咧就有個叫黃曉南。係啦，黃曉南，咁啊認清楚啦，每一個球員邊個打邊個咧？咁因為你仲要記埋佢哋嘅中文名個寫法啦。咁因為呢個其實係我覺得對於球員嘅一份尊重嚟嘅。其實你估我好好記性咩？我咪又係要靠記，咁咪係死記爛記。瞓緊覺前我都喺度可能記緊啲球員名。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必須要做嘅。咁一來令大家投入啲啦，二來咧亦都唔會怕尷尬，可能嗌錯名啦咁樣。咁呢個咧就睇下大家。有興趣就同我一齊去記熟下啲球員名啦吓，咁啊費事撈亂啦。咁啊中場線咧就比較麻煩啲嘅，咁啊講翻中場位置啦。咁啊其實就上季嘅外援球員咧，基本上全部都走晒噶啦。或者講成隊波啦，唔好淨係講個中場線啦，成隊波上季喺陣中嘅外援球員咧，都係離咗隊嘅。林耀泰啊、金文圭啊，就中堅嘅球員啦。咁啊中場中路嘅安沙。防守中場咁啊，或者攻擊中場嘅彭尼加斯、翼鋒嘅哥迪斯咧，全部已經係離咗隊噶啦。加上咧，其實佢哋每一個作用咧都係好重要。咁但係今年咧，其實球會嘅引援方針咧，主要都係想用翻啲同聲同氣嘅外援球員啦。咁啊，全部都係巴西嘅外援，大多數都係巴西外援啦。嗱，你唔好問我邊個打邊個，或者嗰啲定位係點啦。因為就無論你話係羅倫素又好，或者係保利奧都好啦，咁我就都唔係好熟悉佢哋嘅風格。我都要咧落場真係親身睇一睇佢哋嘅表現。話時話咧，就保利奧就係咪都佢本身係個名就有保連奴喺度咧？我又未查咁啊，因為就大家都知道咧，巴西就好多球員都叫保連奴嘅，咁所以咧都嗱流浪嗰邊嘅官方譯名咧，如果見到保連奴咁，佢就特登譯翻做保利奧，其實都係方便大家啫。咁但係嗱羅倫素又係㗎，因為咧東方嗰邊有個翼鋒咧，又係叫做羅倫素，嗰個就多明尼加共和國嘅球員嚟嘅。咁啊呢個羅倫素咧就係巴西人，咁所以咧如果真係東方對住標準流浪嘅話咧，就羅倫素到羅倫素，咁啊真係頭都大埋嘅。咁到時再大家自己執生啦。咁啊講翻就其他嘅中場球員啦。咁啊劉彥康其實就上季都已經係開始慢慢咧就嶄露頭角噶啦。咁啊劉彥康其實就係小弟喺小學嘅師弟嚟嘅，都相認咗噶啦。咁睇下今年咧佢會唔會定位做喺防守中場啦？因為上季咧其實佢都偶爾係會客串踢呢個右翼衛。咁但係就右手邊咧其實都好多人揀嘅。咁睇下就會唔會係定位翻做中場中啦？咁而另外兩個加盟嘅華人球員，華人中場咧就包括係容浩同埋咧就係何振廷。咁啊何振廷就當然係比較經驗豐富啲啦，亦都係好渴望可以健健康康長時間有穩定嘅上陣時間，因為咧因為佢就始終近季咧都係好多傷嘅。咁同樣地容浩都係嘅。咁雖然容浩就喺近屆嘅近幾季冠忠南區咧，其實佢都有累積到有9至10場嘅上陣時間、上陣場數，咁但係都希望可以盡快喺一隊波入邊咧就奠定一個正選啦。咁前面就簡單少少啦，前面咧就主要都係靠劉志樂同埋咧就係伊巴謙，咁佢哋兩個咧亦都係球會史上入波最多嘅球員，分別咧就入咗45球同埋就43球，伊巴謙就多啲，咁大家就鬥入波啦。
咁唔知佢哋兩個知唔知道佢哋而家喺球會史上係入咁多波咧吓？咁唔知就而家就話俾大家知啦。咁但係就劉志樂就上季就真係可以攞呢個最佳退步獎嘅，都唔好意思都要講句啦。咁因為咧就上季只係入得2球喺聯賽，前季就入咗12球。咁啊，角色上咧可能都有啲嘢遷就啦，因為上季就可能有時都要挨邊踢，就未必可以成日踢到正前鋒嘅位置。今年情況都係嘅，咁因為今年咧就有另一位嘅新加盟嘅外援前鋒咧就係法華奧，巴西嘅射手。咁我預計法華奧就會係前面做正前鋒嗰個球員。咁啊，同埋就兩邊嘅翼鋒位置咧，其實就主要喺右手邊，好似選擇就多過左邊嘅。右邊就有成4個球員都可以擺嗰個位啦。咁啊，熟悉啲就係張青雲啦，咁啊同埋就係翼足嘅翼鋒強就馬榮生啦。咁另外就伊巴謙，其實佢就本身咧中前場即係前場3個位置佢都可以踢嘅。咁啊，仲有就新加盟嘅外援球員就係南韓籍嘅洪周庸。洪周庸我自己亦都睇唔到啲咩資料啦，都係估嘅啫嚇，唔知佢係咩風格嘅，唔知佢係咩踢法嘅。咁但係就翼鋒位置其實就真係右手邊係比較多選擇，左手邊咧除咗伊巴謙之外咧，陳浩啦，咁啊陳浩就慣常都係踢進攻左手邊翼鋒嘅位置。咁啊，睇下就會唔會側擊嗰方面咧，就比較倚重喺右手邊去波啦。咁啊，總結咧，其實就標準流浪，我覺得今年都會係喺聯賽嘅中下游咧，就掙扎啊，咁啊為護級而努力噶啦。咁其實你話做流浪教練咧，真係好唔容易啊，因為你講成隊波，其實首先好多球員都係啱啱呢1-2季先至加盟，成隊波咧得劉志樂一個主力球員係踢咗球隊超過2年嘅啫。咁啊，仲有劉志樂咧，仲有6場波就會超越盧君儀，成為咧就係標準流浪上陣場數最多嘅球員。咁呢一個紀錄咧，相信都係打破都係指日可待噶啦。咁而標準流浪陣中有咁多年青球員，咁你話要訓練到佢哋好有嗰個隊形或者有嗰個執行性咧，其實你要加埋要教一隊咁多年青球員嘅球隊咧，係有嗰種嘅使命感喺度嘅。咁所以呢一種嘅使命感咧，亦都對教練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啊！即係當你見到一紮年青球員慢慢培育佢哋成才咧，呢一種感覺係好難以言喻。咁即係鬼唔知流浪嘅質素係未夠班咩？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噶啦，識得即係評價噶啦。咁但係睇住佢哋進一步成長咧，咁呢啲都係你真係呢啲年青球員都係要遇上一個伯樂咯。咁想成長，其實你話想喺一個球圈立足咧，其實現實係好殘酷，除咗你話要贏對手之外，都要贏到你陣中嘅同你可能同年紀嘅自己人去爭取到正選。咁呢個就係你睇流浪嘅趣味啦。你就唔係話睇佢哋同可能其他球隊嘅周旋啦，你就可能要研究下陣中嗰啲年青球員點樣大家去好好咁裝備自己。咁呢個都係吸引嘅。咁當然成隊波嘅隊形咧喺調教之下咧，有司徒文進喺度咧，我都係有信心嘅。咁但係講緊就係喺失波之前，咁但係一旦失波之後咧，其實你處於逆境或者係有一定嘅信心危機咧，咁你崩潰就在所難免噶啦。即係對於一隊平均年紀咁後生嘅球隊咧，咁你個隊形就會開始鬆散噶啦。所以標準流浪當然係今季聯賽嘅護級分子啦。咁但係呢一個都會係大家一個好現實嘅預期嚟嘅，亦都唔會話有太大嘅苛求。值得留意嘅球員咧，我就揀咗安迪諾，咁而最想訪問嘅我都係揀咗呢位巴西外援啊。咁唔知大家有冇聽到我之前講李文介紹韋利安呢？我就曾經形容佢係一個幾親民嘅球員。咁其實我感覺到安迪諾應該同佢情況都好接近。我記得開操嗰一日我去呢個流浪記者會咧，其實安迪諾咁當時佢英文就麻麻地嘅，咁但係就見到我埋去同佢傾偈咧，其實佢好快就已經展示到一個好友善啊，一個好親昵嘅態度咧。佢係好所有嘢咧，你感覺係好開心啊！成件事同佢傾偈係好開心。咁同埋你見到呢一張相咧，其實就球會官方幫佢影嘅呢一張獨照咧，佢都係依起棚牙咧，笑容係非常之感覺係和藹可親嘅。咁啊，雖然咧佢就當日就同我唔能夠用英文去對答啦，咁英文就有限公司啦。咁但係佢就去到最後咧，佢就話
我會學好啲英文噶啦，咁啊喺去到季中咧，希望可以接受到你嘅英文嘅訪問啊，呢樣嘢都幾好啊，值得一讚。咁啊，同埋就安迪朗，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年輕嘅巴西球員啦，亦都係頭先我都介紹過咧，戰術上咧可能喺今季流浪咧後防都有幾重要嘅球員，咁可能都會有唔少嘅機會啦，或者有好多嘅場上面嘅細節咧，可能喺比賽之後咧有機會會問到佢嘅，咁啊即管留意下啦。標準流浪嘅名將錄咧，我就揀咗巴拉克啦。咁大家都知道，依家喺中超同埋中甲咧都有好多嘅香港球員咧係效力緊嘅。咁但係比較可惜啲或者比較幸運啲咧，應該就係巴拉克啦。咁因為巴拉克今年就喺中超咧頭4周嘅聯賽佢都係踢正選嘅。咁但係之後冇幾耐咧就重傷。咁啊重傷咧其實都唞咗成4個月。咁但係要留意上個禮拜佢終於可以咧就係復出啦。就未落場住，但係咧就起碼喺後備名單咧都見到佢嘅。咁而家中超咧就去到球季嘅尾聲階段啦。咁其實佢效力嘅呢個青島西海岸咧係有機會可以攞到來季嘅亞洲賽嘅入場券嘅。而家就排喺第5位，咁啊距離第2位嘅北京國安咧就都係爭2分嘅啫。咁所以咧都同大家 update 下咧，有啲嘅喺國內效力緊嘅香港球員，咁佢哋嘅情況係點咧？咁巴拉克就畢竟都係喺標準流浪叫打起啦，你可以話，雖然就傑志青訓，咁但係就真真正正咧，前一季喺標準流浪咧就係佢可以喺港超聯咧真係 upgrade 嘅一季啊！咁啊，所以咧都喺名將錄呢一個環節度咧交代下巴拉克嘅近況。